last day 啦，last 一個回合啊！開始踏入呢個冬天㗎啦，秋天加冬天，三字頭見埋呢2日，見埋禮拜夜晚開始啊，北風殺到，跟住禮拜淨係見中午嘅啫，下晝點嚟中午三字頭，跟住一到黃昏咧就開始冇啦，跟住20號星期一就冇三字頭。哦，有2800啊！第2個回合。好，呢一局睇下去到幾多？過咗3條3。3800，第3局。3700，第3局夠唔夠3700？ 3661，哦，睇下去到5000幾。5000幾去到5000幾，去到5000幾，5300。5300，係嘛？都話5300咯。還可以啊，OK 啊，5300，我就300，8位，咁快㗎嘛。